高雄高山国小街呢，最近接有台湾狗来抢食，那有这高山啊，早起人去早顿店内面，伫遐车孤人暗，甚至有这狗呢，顾伫咧超商门口，等人客行出来就要甲伊抢劫啊！这店家是互伊无甲无法度，就找市政府斗相共。这农业局呢是有坑蓝马要来甲因挡，这2天有掠着2只狗，准备先送去动物园，之后再甲送回去山顶。 高山这间早顿店甲做好的早顿放伫门口的架仔顶，原底是要方便人客来买。不过这天来的毋是人，是1只、2只，拢总4只狗。等到店员看到出来赶，已经规个车倒搭。附近民众讲，这阵啊拢固定有2只狗走来遮乱扫。除了早顿店，超商嘛是互狗母甲无法度，大家去找市府斗相共，坑人啊等狗。开始是看到1只啊，后来就2只啊，再隔1个礼拜。 就又听说是4只，不知道，但目前已经抓到2只。可能他抓到应该也是放回山上或是动物园那边去了，现在也是还在保护当中啊。 学校的猴子有一直在往市区里面跑。坑只大开人啊，大司机咧登狗，原地搁防误会是民众家己坑的。农业局讲，虽讲台湾狗毋是保育类的，不过也是袂当黑白掠，只会当由公部门来处理。今年拢总掠到26只，掠到会先送动物园，才搁找时间放登去山顶。但是保育团体认为这是治标无治本的做法，应该要建立人甲狗正确的相处观念，才是正办。阮做一个像。 猕猴社群这样的感觉，阮大家吼讲哦，阮食物真正卖摕出来，啊，窗仔门大家也顺得好，啊，塑胶袋啊，较尽量卖用的安尼，形成一个居民意识啊。如有相关需求，也可拨打1999，由本局协助派员前往。 设置诱捕笼，协助捕捉或驱离。保育团体强调，台湾狗是保护社会，狗公大汉了后会离开原地族群去找新的所在。农业局放这只回去，会搁换一只来。要解决问题，就要会晓，爱安怎甲狗和平相处。记者柯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。